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明基醫院啊，上市編號係2581嚇。公司咧喺內地營運嘅一家民營嘅綜合性醫院啦咁我認為咧就同創新藥生物科技唔同噃一個營運嘅角色咁好可能咧都要睇下收入同盈利等等咧會比較受到行業嘅管制咁樣未必係一個好好投機炒作嘅行業申請認購嘅日子係12月12號開始啦12月17號早上咧9點30分就截止認購，上市日係12月22號喎發行嘅價格係9個3毫4至11個6毫8，入場費咧就挨近5009蚊啦咁集資額就7.8個億。睇翻行業就中性啲啦亦都預期咧未必真係咁好炒作大家自己去睇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